75歲香港老頑童挑戰100天繞祖國一圈。第一天，東興嘅最高點，呢個可以將整個兩個國家嘅邊界咧都可以睇得好清楚。紅色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嘅國門啦，國門對正嗰邊咧就係越南嘅。今日我個長征第一個站啦，就係東興，呢個係口岸城出境嘅地方啦，即係為咗分別到係我哋自己有國家嘅地方咧，我哋行埋呢度全部都係掛晒國旗嘅。呢度就係一帶咧都係啲旅遊嘅景點嚟嘅。19國父呢個廣場呢一個係一個紀念碑。我哋就可以睇到咧，佢個總長度咧係165公里，就係從呢個東興咧一路去到呢個喀納斯。咁呢個就係1065公里啦。我先走呢個萬里長征先。呢個就被稱為咧地球上最浩壯嘅10000公里。我哋就從呢個0點起步啦。自駕長征之旅正式開始。而家嚟到呢個中越嘅跨國瀑布，叫做德天跨國瀑布。喺2023年呢個景區先正式開發。呢個右手邊咧就係中國嘅德天瀑布，而呢邊咧就係反越瀑布，就係越南。用真誠的熱情歡迎我們全國以及全世界的朋友來到我們的靖西。你們的鄧攝影師上線了，把秀秀發給你心中的藝人。好，那我們接下來行程嘅第一晚就住喺呢個靖西嘅地方啦。聽日咧再繼續起程。今日自駕路程379公里，我們明天再見。